历史本物空气台湾舞图记录着300年前台湾西部自北到南这地形风景也个生活状况。自2019年开始呢，国立台湾博物馆以这北图做基础，做动画和民众来入北图内面的内容。今年搁再推出第2出全台语动画《北台记游》。这台博馆表示讲，因当咧改变这博物馆的营运方式，而且透过着真侪款的手路，重新呈现历史本物，和民众愿意接触到这的历史文化。斟酌看空气台湾舞图的研究人员，向向落入图内的世界，到300年前的台湾。空气台湾舞图记录台湾西部自北到南的地形加生活景观。自2020年开始，国立台湾博物馆以3D 动画小解这北图。今年，佫找台湾歌戏演员陈雅兰、演员曾凯芬，都喺叶天伦全台语配音，推出第2出动画《北台记游》。台湾北境内底有迄个家人的角色，吼，啊，佫有迄阵传说中的台北大湖，希望将当时的迄个场面吼，甲恢复起来。感觉就是表现得很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地方，所在啦。嘿，讲囡仔可能较好了解。对，系较了解着。镜头啊，网络就通透过荧幕知影空气台湾舞蹈当中的详细内容。台博馆的这个宗旨，运用科技协助民众了解台博馆的研究成果。台博馆表示，透过好理解的手法，让民众吸收知识，是这几年以来的重要工作。以前的博物馆是踮咧遮等民众来接近嘛吼，啊，但是阮即摆博物馆的理念就是讲吼，阮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吸引观众。台博馆表示，伊也在咧收集馆内的文物，建立山顶的戏剧博物馆，推广给所谓时代的少年人。因发现透过这种手法推送文物，今年到达已经超过80万人来踅台博馆，创下历史新高，确实让民众较愿意来博物馆行踏。记者郭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